动保团体甲10外冬来伫台湾推出动物保护的成果出版做册，伊嘛呼吁政府应该改善动保方面卡手欠缺的问题。挺动保，挺动保，大声喊口号，强调公私协力的重要性。几个动保团体回顾10多年，伫推动动保意识甲工作的过程当中，动保团体认为讲上介重要的，要是大家动保意识爱提升。早期的时候的一些动团，其实是真的是比较辛苦的，不像你可以看到，越是最近的一些倡议活动的话，其实它的就是开花结果的时间它是可以缩短的。我觉得这个就可以看得出来台湾社会的进步，尤其是在动保的发展。那是动保观念的推动。实务上，动保团体注意到，因为山区有人会偷藏山低调这种掠动物的陷阱，历史去年发生几件台湾乌熊掉伫陷阱，甚至不幸死亡的案件。希望农业部动保司会当伫动保人力欠缺等等的议题，爱提升和改善。去年高达11只的台湾黑熊受限，然后有2只死亡。那农业部这边其实在于推动改良陷阱的部分，其实力道跟量能都不足，至少法源要健全。为了弥补这个农业县区的那个动保稽查能力的一个不足，那我们特别也争取行政院的一个专案的一个计划，来补足地方的能力，希望我们能够去弥补这一块的执法强度。动保团体这10年来，甲公部门合作，解决亲像动物陷阱、流浪动物等等的事项，出一本册，希望伫公司部门的合作之下，推动动保意识，嘛，互民众了解动物保护的重要性。记者综合报道。